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2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。撒母耳記下卷第7章18節到22節。加勒太書第4章第1節到第7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人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顾念因？这是伫诗篇第8篇的经文所讲到的，嘛是伫约伯记内底约伯所讲的话，表达着人无算什么，但是上帝真看重安尼吼。也好，那亲像耶稣基督会譬如伫教导的中间，提到着伫空中的飞鸟。野地的百合花，无算做是什么，但是上帝却看重，并且来养饲。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18节到22节，记载着已经登基做王的大卫对上帝所讲的话。大卫王就入去会幕，坐伫上主的面前讲：至高的上主，我是啥人？我会计算什么？你竟然带我到这个地位？那安尼，至高的上主啊，你搁眷顾你的奴仆的家的将来。至高的上主，这减是一般的人会当拄到的代志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的奴仆，你上清楚，我还有甚么话通讲？你有做这的大事，搁教导你的奴仆，这拢是因为你的应允，照你的旨意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真伟大！照阮所听见的，无一个会当甲你相比。你以外无有上帝，只不过是因为上帝是独一的，伊嘛是全能的，嘛是主爱，所以伊真看重所有接纳伊的人，并且伊施恩赐福予因。上帝对伫人，就亲像这个人是伊救恩的继承人同款，所以亲像保罗所讲的，既然相信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，就无搁再做奴隶啊，就继承着上帝所赏赐永远的活命。保罗伫写予加勒太教会，加勒太书第4章第1节到第7节，中间伊安尼讲，我佮讲继承人虽然是全部财产的所有者，伊伫未成年的时，甲奴隶是无有差别，一直到老爸所定的日子，就受到监护人甲管家的监督。咱嘛亲像安尼，伫灵性未成年的时，受到宇宙中间心灵支配做奴隶。毋过时机若到，上帝赐家己的囝，互伊对负任人来出世，活伫律法的下面，佮为着救赎活伫律法下的人，通互上帝甲咱收起来做囝。因为恁是上帝的囝儿，伊有赐伊的囝的神入伫恁的心，互恁叫阿爸爸。安尼你无搁再做奴隶，是囝儿。既然是囝儿，上帝就互你做继承人。人算是什么？竟然会通称上帝做阿爸爸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怜悯以及慈爱，来成做上帝的儿女，来承受着伊的救恩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。以色列的牧者带约瑟，亲像在带羊群的上帝啊！求你阿耳空听。坐伫天上基路伯宝座顶的主啊，求你发出光，求你伫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的面前，显出你的权能来救阮。
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你对你子民的祈祷发出受气要到偌久？你互阮用目屎准饭食，用规碗的目屎做水啉。你互隔壁国因为阮相争，对敌做阵，甲阮踢笑。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愿你的手保护你正平的人，就是你为家己所拣选的人，安尼阮就袂背叛你。求你甲阮救我，阮就要求叫你的名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感谢主爱的上帝，将阮看作是宝贝，互阮会通因为你的恩慈来被看重，来得到救恩，领受着永远的活命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